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初9。彼得前书1章30安尼讲：就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根据伊无限的仁慈，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帝有予咱定出世，通得到活活的愿望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得到活活愿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活命的源头，永在的爸，赢过黑暗甲死亡的得胜君王。主啊！感谢你，因为你予耶稣基督代替阮来死，予阮无搁伫罪中来活，因为伊的替赎，阮得到新的活命。得胜的主，感谢你无限的仁慈甲疼痛，毋但予救赎的恩典，因为耶稣的死来完成，也予耶稣基督对死来国活，来打败魔鬼撒旦的权势。因为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，你予阮定出世，来得到活活的愿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